很多人吃巧克力吃很久，没有吃过它新鲜的水果。哎呀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会去产地啊。因为它的产地大部分是在中南美洲、非洲啊、象牙海岸啊，所以你像产地他们的小朋友有没有？看到的都是新鲜可可果跟你那一盒的可可豆。他们只是把这个东西变成可可豆而已，他们不知道后面原来它是做成巧克力。所以产地国家的，应该说那边小孩子有没有？他们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，可是他们却没有吃过巧克力。你把这个东西拿去像瑞士、比利时、意大利，你拿给他们小朋友，他们小朋友一定不相信这是拿来做巧克力的。因为像看过后背成品，对，没看过头前，没有看过这样，所以全世界是分两段。我们台湾，我们这边比较特别，我们是一条龙生产，这种直接从新鲜可可果可以一路做到巧克力，对，会是全世界时间最短、速度最快的一个。一条龙生产的技术。其实今仔唐之年讲一个事情安怎样，不过其实真正去做巧克力，咱差不多6年呢，5、6年呢。差不多5、6年。对啊，咱5、6年呢。但是5、6年之前，如天数也都有农民。因为一开始有嘛，屏东有几多农民，伊希望槟榔树。改种，请看有乜嘅好种咧，所以是有在推广，伊较适合林下经济的作物係可可，所以是有啲人都開始種嘅，種啊有冇，結果後尾唔等於做成巧克力，種出來唔會做，伊個時間係水果，講較拍個，伊畢竟還是做唔得當做水果嚟賣啊。